對於愛貓之人嘅貓奴嚟講，如果屋企能夠融入寵物友善設計，俾人寵共同居住喺同一屋檐下，你話幾咁美滿呢？今次介紹位於坑口同我哋門市非常之近嘅超明苑，一個面積380尺2房一廳嘅單位設計效果。全屋以自然木紋為設計主調，當中結合咗深色木紋同埋白色布紋，以及寵物友善設計，營造自然同埋溫馨嘅氣氛。玄關衛士有一組以深色木紋條紙配白色布紋配色嘅中空收回玄關櫃，兼顧咗儲物同埋展示之用㗎。喺客廳梳化以上嘅牆身就加設咗貓咪最中意嘅貓跳台，打造咗一個貓貓歡樂天地。而梳化正對住嘅就會係懸浮電視矮櫃，近窗邊格咗一間主人睡房，深色木紋延續整間以地台設計嘅睡房。房門係黑框玻璃趟門，節省空間，仲提升咗客廳嘅光線。房裏邊嘅弧形設計連繫咗玻璃門衣櫃，雙人床就延伸咗床頭櫃兼書台。嚟到客房就以淺木紋同埋白色布紋為主調，設計師用修補為新，修飾翻牆身嘅間隔。嚟到廚房同樣延續咗深色木紋為主軸，地櫃以 U 型設計，增添台面同埋儲物嘅空間。最後浴室設計師選用咗灰色石紋磚，配搭淺色木紋地櫃同鏡櫃。未來嘅地櫃門板更加會升高，擺放貓貓用嘅廁所。今條片介紹超明苑設計單位就完啦，記得 CLS 我哋，仲有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、follow 我哋嘅 Instagram， 仲有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未來需要裝修設計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預約設計師諮詢免費報價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